喂，大家好，又見面啦。咁另外第四樣嘢，我覺得係可以做一個比較咧，就係嗰個文化輸出嗰個能力。咁呢家最 hit 就係好似有套戲哪吒2已經可以突破咗120億人民幣嘅票房，亦都好似喺動畫裏邊嘅 No.1 啦，全球。如果你話計即係任何片嘅形式裏邊，都好似排到第8位啦。我覺得呢套片係會 No.1 噶啦。因為而家淨係喺中國市場都收到差唔多112億，而家仲開始就係全球公映。咁初步嘅評價就係啲外國人睇落去都係豎起手指，No.1 都覺得呢套戲個即係嗰個人工智能嗰個生成圖像效果啊，或者本身個底蘊就係個故事結構都好吸引人，有感人嘅地方係嘛，有刺激嘅位係嘛，亦都有好靚嘅景嚇。但係你要知道，成套都係 AI 嚟嘅。你話中國個能力都係去咗上嚟，但係呢個文化感染呢，其實係所有資產裏邊，我覺得係最重要嘅，因為一個文化嘅影響呢係好深遠，同埋一個文化可以賺到嘅錢，其實係零成本嘅。只要嗰件事係有人喜歡，或者有人覺得呢件事係有價值，一個文化係有價值嘅話，其實好恐怖㗎。其實你都賺啲錢係可以係天文數字，甚至乎係影響一個國家嘅發展個國運，或者影響一個世界嘅趨勢都會出現。所以你話有時最恐怖嘅戰爭係咩啊？就係宗教與宗教之間嘅戰爭，係嘛？好多時候係人命，可能喺一個宗教面前就係唔算得係咩，因為可以犧牲自己性命，可以維持一個可能一個種族或者一個宗教上一個意義咯佢可能即係嗰啲點解會有世界上成日出現嗰啲恐怖襲擊咧？就係因為你蝦得我多，或者你想摧毀我個民族、摧毀我宗教，所以我就算死我都要保護。你話呢啲咁嘅信念幾犀利、幾恐怖咁如果係喺呢方面，就主要集中我哋講多啲，就係關於就係如果文化就係一個品牌嘅輸出，或者一個本身係話一個人一個美好嘅事，如果佢係啦包裝得好，而又好多人喜歡嘅話，自然就有個價值啦。咁就會吸到好多即係財富翻嚟啦，係咪？呢個都好重要啦。咁嗱，我想講呢四種力去綜合去評估完之後呢，其實就係仲要配合一樣好重要嘅，就係科技發展。咁大家都知啦，而家工業4.0去到就係人工智能將會改變未來，係嘛？所以呢件事如果喺4個力裏邊都依靠緊科技進步去不斷去帶動或者去改變緊咯。所以我覺得目前喺全世界裏邊去睇翻呢。中國喺呢方面其實都已經掌握咗好多優勢，甚至乎落後嘅部分都不斷追緊。咁佢對於一個小地方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啦，咁佢本身喺呢個政策帶動之下，亦都好多地方就係優惠緊呢個我自己住緊呢個地方中國香港。如果大家有興趣或者有意思再去了解多啲喺香港喺呢個角色上扮演譬如佢安全財務自由醫療福利或者本身喺嗰個企業發展裏邊，我哋都代表中國去做緊一個品牌效應文化輸出呢啲等等嘅地方，想再多啲了解嘅，可以隨時大家可以聯絡我或者今日時間就去到咁樣差唔多咁好多謝大家欣賞，好，拜拜。